主后2025年3月30日，撒利教会主日礼拜。大圣，咱来听读圣经，历代志下卷18章第1到第7节。约沙法有真侪财富，佮真受尊敬。伊甲以色列王亚哈结亲。过几若年，伊就去撒玛利亚拜访亚哈。亚哈为着伊甲伊的军随，杀真侪牛羊，说服伊做伙去攻打基列的拉末。以色列王亚哈对犹大王约沙法讲：你要甲我做伙去攻打基列的拉末无？约沙法应讲：我的就是你的，我的人民就是你的人民，我要甲你做伙去交战。约沙法佮对以色列王讲：请你先问上主的意思。以色列王就调集先知400人，问因讲：阮通去攻打基列的拉末，还是毋通？因应讲：通去攻打。上帝要将这个城交伫王的手。约沙法讲：请检无阁有上主的先知，互咱通问。以色列王甲约沙法讲：还有一个人是임拉的囝米该亚，咱通对伊请问上主。毋过我怨恨伊，因为伊对我讲的预言无一项好，常常只有讲灾祸。约沙法讲：请王毋通安尼讲。兄弟大家平安。台湾人重视清明扫墓，借着扫墓追思纪念已经过往的先人，也带囝儿孙认祖归宗，简单通知影厝内的先人。现代人因为早前的土葬大部分拢扣骨入塔，也是死了后直接火化，甲骨头骨囥塔，所以扫墓的方式也简单化。若是基督徒家庭扫墓，通准备青花、淡的面巾，较功夫的，也伫厝内先做一个小礼拜，也是祈祷才出门。到墓园、墓塔先用单面巾仔，甲墓门也是塔位门，甲漆的，了后行礼，做一个小的祈祷。结束了后，若假使花袂当囥伫遐，就摕出来外面，看是会囥踮粪扫桶，还是炸转去厝内也拢可以，咱无禁忌。有的先人是囥踮伫基督教会的墓园，通常伫过节节，教会也会安排团体的扫墓省墓礼拜。当然有时阵除了去参加以外，常时也通甲久无见面的亲人朋友见面中间通交谊，这也有人际交流的功能甲意义。圣经讲，上帝创造人的时，讲人家己大毋好，就为着人来创造伴，来斗阵生活，透过婚姻组织家庭，形成家族、社会、国家甲世界。人是群体性的动物，所以人会交陪朋友，有的会结做亲家，扩大世代友好的关系。总是朋友还朋友，亲家还亲家。朋友的利益也是利害关系，并无亲像诚做亲家遐尼深。尤其是夫妻婚姻家庭延续到后代的纠缠，错综复杂，有时阵是影响到几若个世代，非常的要紧，着真谨慎。今日的圣经历代志下卷18章到19章
讲到南犹大王约沙法甲北以色列国亚哈，因对敌人，然后成做朋友，搁结做亲家，总是这带互大别家甲南犹大毋是祝福，反倒当是一连串灾难厄运的开始。大先咱来看分段，第一段是亚王说服约沙法王做伙攻打拿末，18章第1节到第3节。伫历代志下卷17章第1节讲，约沙法煞接伊的老爸亚撒做犹大王，奋发自强对抗以色列。那会伫18章第1节就变成做约沙法甲以色列王亚哈结做亲情。约沙法王的老爸亚撒做犹大王的期间，北以色列国政局不安，头尾换5个王，经过4个朝代。约沙法做王的时，也拄好是暗利王朝的第2代王亚哈做王。起初南北国还彼此是对敌对抗的关系，总是毋知安怎双方的王煞和解和好，变成做是好朋友，甚至是政治联姻，成做亲家。约沙法王互伊的太子约兰娶亚哈家的公主亚他尼雅做某，也种下日后犹大王室插一丝互亚哈家的亚他尼雅灭家的操作的悲惨命运。这咱以后会讲到。伫两国两王结亲了后的几年后，有一遍约沙法王去拜访伊的亲家亚哈，也受到真盛大的招待。总是亚哈王也提出要求，希望约沙法王会当甲伊组成联合军队，做伙去攻打叙利亚国，取回失落的拉末城。拉末城可能是伫巴沙做王的期间，南犹大王亚撒贿赂叙利亚王便哈达贿赂。伫迄个阵叙利亚人甲北国抢走的城池之一。叙利亚成做北以色列国主要的外患。亚哈做王的期间，先知以利亚甲以利沙师徒也有甲叙利亚王交手遮个记载的故事。咱通参考《列王记》相关的经文。想要借用约沙法的手，联合甲拉末城抢转来。约沙法伊也有超过100万的精兵，所以两边加起来胜算真大。约沙法也真爽快答应，搁请伊，搁甲伊讲，因是大马子，毋免分彼此。第二段是18章40到8节，求问先知看战事贺福。犹大王约沙法比较较谨慎，伊也信靠上帝，所以关系战事遮尔重大的决定，伊认为有先请问上主的必要。以色列王亚哈就调集伊国内的先知400人，问因愿通去攻打拉末，通也是毋通。咱若看列王记，知影伫亚哈统治下的北国，因为亚哈伊娶西顿王耶巴力的查某囝亚西皮做某，亚哈也缀缀去巴力庙，搁做阿舍拉女神，大力服侍异教偶像，因翁仔某仔也杀害上主的先知，迫害上主的信奉者，恶名昭彰。通讲夫妇统治的期间是北国上界黑暗的时期。
所以阿王找来的400名先知，也拢是假先知，是御用神职人员，也干焦会替阿合讲话辩护尔。因也拢同声讲，叹气攻打，上帝要将即个城交伫王的手。约沙法看到遮个十摆仔先知，真害头，问讲：遮减无有上主其他的先知通问？王勉强讲，还有一个叫做米该亚的，是见讲无好话，乌鸦喙。第3段18章90到27节，米该亚有言王战死，联军溃败。这段经文较长，简单讲就是家的先知伫基纳的囝西利加带头下面讲，叙利亚会战败，阿哈王会收回拉麦城。只有米该亚唱反调讲：我看见以色列众人亲像无牧者的羊，四散伫山里。结果米该亚就受王掠起来，佮关点王家的监狱，听候战事结束才发落。第4段是18章28到34节，王战死。伫战场，起初阿合改装做一般的军人，害约沙法王互叙利亚军队追杀。伫获救命时，叙利亚的战车长发现伊毋是阿王，就无搁甲追入。结果一个叙利亚兵仔开弓射箭的时，一箭就射着真正以色列王的战甲甲纸。阿合拖重伤脱离战场，迄日伫日落就死。战事失败收场，就拄亲像米该亚所讲。毋过圣经也无搁记录讲米该亚其他的消息下文。第5段19章1到3节，先见耶户即位约沙法王。犹大王约沙法狼狽倒转去到耶路撒冷的王宫，先见哈尼雅的囝耶户来迎接伊。毋过也无客气，甲伊责备讲：你哪会去帮助歹人，疼怨恨上主的人？因为安尼，上主的受气会临到你。总是嘛学了伊讲：你要有好表现，你有对即个国家废除阿舍拉女神的雕像，搁坚心决意追求上主。先见耶户甲伊老爸哈拿尼偏偏也拢真勇敢，搁正直。哈拿尼即位阿撒王受关禁，若是耶户即位阿撒的囝约沙法反倒转，互约沙法搁较坚决执行宗教甲社会改革的运动。第6段是19章40到11节，约沙法王继续推动改革。约沙法王虽然伊住伫王宫，毋过伊也真骨力，去到全国的民间巡视，设立审判官，替政府甲人民做代志。宗教案件最后由大祭司阿玛利亚做裁决，民事案件由犹大族长西巴蒂亚做最后的裁决。宗教事务甲政治事务爱公义、公正、清廉。伫遮个政务官员负责之下，民族国家就步上正道，也得到上主的赐福同在。咱通对历代志下卷18章到19章学习到甚物的教示？这项咧讲到
咱爱慎选朋友，慎得分判。约沙法王，伊是一个敬畏上帝也听国家人民难治的好王，总是伫咧选择朋友甲选择亲家的顶面，却是大大错误，非常无眼光。亚哈甲亚西匹是北以色列国出名恶夫射妻，是歹人，也是大歹王。原本约沙法要甲亚哈是敌对的关系，总是毋知安怎使两个人对敌人变成做好朋友，而且进一步变成做是亲家政治联姻结盟。两国化解冤仇，和平交往是好事。毋过约沙法伫即个代志的起头甲过程，并无先求问上帝意见，家己认为这是好事。以色列国甲犹大国原本就是雅各的后代，是真正的一家人，但毋免搁敌对战争，诚做和平友好同盟，是相顾之利，人民之福。殊不知，这只不过是约沙法一厢情愿的愚妄决定。亚哈王只不过是不断地利用伊，甲伊算计。上头亚哈招伊出兵去攻打互叙利亚人抢走的拉木城，安尼一来，通拖犹大国得失着叙利亚国；二来也通借着犹大国的兵力替伊助战；三来也通测试约沙法王到底诚意到倒，所以是一举多得。搁再来伫战场，亚哈王家己假做普通兵杀约沙法王去做炮灰，这实在是诚无道义，是标准的损友。所以约沙法交即款的朋友，完全是歹朋友。其次，搁较害的是选亚哈家做伊的亲家，互家己的囝也是太子约兰娶亚哈家的查某囝阿塔利亚做某，煞互亚哈家一切遮个大歹拢引进犹大的王室，然后毋但互犹大王室差一丝灭种，也互约沙法伊所努力一切的改革也化做乌有。这咱伫日后会阁真紧讲到。咱人人拢需要朋友，朋友有好有歹，也有歹的朋友。咱拢知影爱慎选朋友的重要性，伫遮就无阁加讲啥物。另外，婚姻感情伫今仔日的时代，大部分是透过自由恋爱选择婚姻的对象，结婚也大部分是家庭斗相共完成的，较少是父母双方指白为婚，也是讲直接分配。搁现代人对于感情甲婚姻也无拄拄是一世人的誓约甲忠贞，所以感情、婚姻、家庭变数真大，也无稳定，造成复杂的问题相当大搁深。约沙法家甲亚哈家的结亲，落尾互亚哈家的歹败坏。约沙法的家庭甲江山，伊的新妇阿塔利亚后来杀死家己的子孙，自立做女王，诚做一个非常邪恶搁可怕的代志。婚姻毋是简单两个人的代志，好歹也影响牵连着家庭、家族，甚至搁较深阔的范围。所以伫选择婚姻也爱诚慎重才对。第二，咱爱做一个
忠实的基督徒。历代志甲列王记，毋干若咧讲着以色列南北国列王的代志历史，也有记载一寡先知的故事。先知也有真先知甲假先知。先知的职责任务，主要是爱忠实传讲上帝的信息。有真的就假，所以有真先知也有假先知。到伫新约时代，也有假基督、假使徒、假兄弟。这爱用真侪时间甲单元介绍，就伫遮咱通家己先去找相关的资料来做研究。即下只有干若讲历代志下卷的部分。咱伫顶礼拜有讲到南犹大有一位先见哈拿尼，伊传达上帝话，即比亚撒王瓦克属于亚王，无瓦克主上帝。讲王无爱听的话，受掠受关禁。哈拿尼的囝耶户也做先见，伊也勇敢忠实传达上主的话，即比约沙法王，讲伊乱交朋歹朋友，帮赞歹人，听怨恨上主的人。介在约沙法并无受气，反正继续信靠上帝，推行宗教甲政治改革，造福民族、国家甲人民。若是北国伫亚哈夫妇的执政下面，异教兴盛，上主的信仰受到压迫，先知受迫害，假先知欺上瞒下谣言惑众。若是上主的先知米该亚不畏强势甲诱惑，做上主忠实的仆人，讲着讲的话，也因为得罪着当权者甲遐个假先知写因的面子，受侮辱、关禁、迫害。做上主忠实的先知，只有行为上帝，无行为任何人的关系、威胁、利害、诱惑等。相款的，咱若要做一个忠实的基督徒，咱也着只有对主耶稣基督忠实，才是真的基督徒。咱教会伫今年家庭礼拜只有干若选唱圣诗555首，要唱一年。歌词的3段，第一段讲我做基督兵丁，第二段我做耶稣学生，第三段我做救主干证。这就是咱做基督徒3大身份。咱是耶稣的精兵，是耶稣的门徒，阁是耶稣福音的大使。咱若认主，主也要认咱；咱若毋认主，主也毋认咱。第三，伫遮讲到着公义、正直、清廉，才会好品格。咱知影也认同公义、正直甲清廉是做人基本的好品格。约沙法王深信即个道理，也家己落实伫治国改革的用人3大要求。伊对神职人员甲行政司法人员讲：恁办事着谨慎，因为恁审判毋是用人的权威，是奉上主的权柄。恁审判的时，上主会甲恁同在。但恁着行为上主，谨慎办事，因为上主，咱的上帝无用阮不义，无偏袒，无受贿赂。一个合格的神职人员甲公务人员，上界基本的素质就是爱会晓敬畏上帝，看家己的工是神圣的，是来自上帝的权柄，是咧替上帝做代志，为上帝做代志办事，的确着谨慎。
无拥阮不义，就是爱公义，会晓分别是非善恶，真假接受真理，彰善罚恶。无偏袒，就是公正正直，无有私心，也是偏高平，照事办事，毋是看人得办事。若是无受贿赂，就是清廉，安分守己，无摕人诶好处，受不法诶收入，做法律所无容允诶代志，诚做贪官污吏。这毋但是对基督徒诶约束，也是对一般诶公务人员，也是各级主管诶操守要求。愿咱坚定信心，倚靠上帝，慎选朋友，慎择分判，做忠实诶基督徒，也行公义，以爱正直、安分守己、有清廉，来建立一个上主同在诶新台湾、新国家。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上主，你知阮人担心毋好，所以互阮有家庭、社会、国家甲世界诶种种群体生活。求主帮助阮，互阮慎选朋友，无趁歹人诶计谋，无行罪人诶路，无坐亵渎者诶位。互阮只有意爱听趁上帝诶话语，做主真实诶儿女甲信徒，行公义、好人民、谦卑甲主同行。互阮建立上帝国度，伫地呢，亲像伫天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诶圣名，阿们。上帝会行做搬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诶，就是照伊所运行伫咱诶权能，愿意教会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到万世，代代无煞。阿们。